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再过增加的19例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，近比无本土新增加个案。不过，伫境外驶落来的个案当中，出现一件英国境外驶落来或搞群体感染事件，也已经有总共50人确诊的。另外，为了减少社区传播风险，指挥中心的建议，复读130人卡价，另外530人卡价发通建议为停办。在全世界疫情忙卡翻的情形下，国际奥委会 IOC 同奥运主办国日本筹备总算有共识。由2020东京奥运同帕奥前后一年，千万在2021年热天以前来办，也咪係奥运124年到今头摆因真疫情影响来前后。就经济复杂来讲，日本经济损失至少会超过6000亿日本钱，大概係新台币1700亿元。法方重用先前政策对机组员进行特别管理。唔是数到14日居家检疫规定，不过今日早晨就有立委讲有重用公务员已经出现相关症头，立委还拿出主演数到的隔离健身。第3日初时半夜到10日早晨，第一批对武汉转来包机，再约361个台湾人转到台湾来。今日晚来14日早晨做得转复开，大家都动听。不过也下留伫湖北的台湾民众，包含155年生日的学生的，还有6位宽态度的父母家，都希望做得家家转来台湾。美国疫情东严重，就连伫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3名海军撤回到，也咪係美军头一摆伫出航执行任务的军舰方发现病例，也全美国累计病例已经超过的54000例，死亡人数渐渐的有730人。